明暗就是围炉暝，新竹市母语协会囡仔群举办一好出一菜活动，先说教大家即寡食材甲料理的台语安怎讲，台文字安怎写。伊连面吼，粉是皮啊，包一块，啊，搁掺一点盐水落。哦，安尼就芳的哦。大家当日无用款食材，因为今日是一年一摆的台语围炉活动。无论是手工做的菜头粿，也是香讲讲的粿仔肉，每一家拢甲家己的手路菜摕出来，就是要互大家食甲饱饱，佮欢喜。有的事就是咱平常时伫厝嘛，袂甲囡仔安尼讲，囡仔就学着，原来哦，这 pasta 嘛会使叫煮公面，就是说，敢若煮公啊，讲啊面，也是讲，咱来讲，咱拢讲吼肉燥嘛吼，囡仔就学着肉燥，原来这就是台语叫肉燥。桌仔顶悬每一项菜色拢有写台语罗马字，就是希望大家哪食好料的，会当同齐来学台语。大家传的物件拢会用台语去写伊的名，互大家知影，这项菜用台语安怎念，先煞会当熟悉罗马字。你要互囡仔学则济菜色的台语吼，就是爱教因去认菜啦。只是讲吼，大家伫厝咧传囡仔加减拢会看到，嘛会听到，就会问。就会当用这个时阵吼去甲因讲，咱传的是啥？哇，完美汤，完美汤。这是新竹市母语协会少年线7年所举办的台语活动。大家讲安尼加围炉，确实真趣味。未来卖甲台语围炉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